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0月20日，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到58节。兄弟姊妹，我甲恁讲，血肉的体袂当承受上帝国，袂朽烂的嘛袂当承受袂朽烂的。我要甲恁讲一项奥秘，咱袂拢死，不过伫一瞬间、一万米久，最后的喇叭一个弹，咱拢会改变。喇叭弹，死人会多变做袂朽烂的，咱嘛拢会改变。因为这个会朽烂的，一定就变做袂朽烂的。会死的变做袂死的，当会朽烂的变做袂朽烂的，会死的变做袂死的时，圣经所记载的话就会应验。死互胜利吞落去啦！是啊，你的胜利伫叨位？是啊，你的毒刺伫叨位？死的毒刺是罪，罪为律是对律法来的。感谢上帝，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互咱得到胜利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着徛在毋通动摇，着常常尽力为主做工，因为恁知为主着活做工，一定袂落空。感谢主，伊透过保罗对咱来提醒，咱这个会死的身躯拢会过去，主会搁活，也要互咱搁活阳光袂朽烂的体。所以咱就常常尽力来为主做工，因为为主着活，陪你到空空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